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4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传习会今仔日举行，有记者问因讲，敢有讲到台湾相关的议题，两个人拢无回答这个问题。台积电带头起，今仔日台股盘中冲到42205点，创下新高。传习会了后，可能还会起起落落。嘉义新闻嘉永庙一年一届冲水路迎客王是在地大代志，今年有4000人参加，现场是闹热滚滚。今仔日咱先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让9年搁一届访问中国，今仔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会谈差不多2点钟15分，结束了后，两个领导人去参观天坛。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有记者问因敢有讲到台湾相关的议题，两个人是拢无回答这个问题。说落来，美中双方是竞争也是合作，双人拢紧紧看。当咧中国进行3天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14透早10点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仪式。红毯边的囡仔甲2个国旗野官欢迎川普。刷落来，两个人做伙看舰队表演，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这场传习会重点放伫伊朗战争、油价、关税、贸易战、台湾议题，抑个 AI 甲科技竞争真侪项敏感的问题。外界认为会影响美中长期战略竞争核心的，也是台湾议题。北京继续不满美国对台湾卖武器，也希望华府伫台湾独立的问题有更较明确的表态。会谈的一个重点是伊朗战争。路透社指出，川普可能要求中国协助对伊朗施压，推动停火甲谈判。美国国务卿罗比奥也伫空军1号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表示，希望说服中国更加积极靠抗伊朗，叫伊朗停止伫波斯湾的行动。Asia, more than any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because it's heavily reliant on the Straits for energy. 会谈进前，北京早时宜安市明显升级，天安门广场、紫禁城四边，抑个川普大的饭店附近，拢部署大量的警力甲警车，真侪车路也交通管制，禁止机车、脚踏车在内的所有车通行。因那川普甲习近平今年的互动可能唔拿即届，外界预估双方8个月内上济可能会面4届。除了这届北京峰会，川普了后，佮计划邀请习近平访问北京。川普本人也可能出席11月伫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也那习近平可能伫12月前往福州德兰尼出席川普度假村举办的 G20 峰会。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传习会今仔日正式举行，总统赖清德早起参加国军桃园总病院医疗大楼启用典礼的时阵讲，军医是保存战略重要的关键。不过面对传习会议题，伊是无正面回应。请启动。亲身出席国军桃园总病院及重症医疗大楼起好启用典礼，打传习会当日举行，总统赖清德致辞特别讲到军医责任真大，致电冲突的重要性，表彰时是国军人灌输的健康守护神，必要的时也是整体战略的基础。战伤的救护我们要持续加强，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忘。第二个呢，血品的供需，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军品供需的抽血站，输血站，这个工程务必也要如期如此完工。总统是不是都有开会掌握传习会？面对传习会会讲到台湾议题对台湾的军售，赖总统无正面回应。不过，国安会事先跟甲美国密切沟通，美国重新强调对台湾的政策未改变。不过，外界放大解读，美国要通过140亿对台湾军购，敢会正做美国甲中国谈判的考验？在也要求国安团队就各种的情形推测做好准备。当6项保证被挑战，而军购的这个金额或者是军购是否成就，变成谈判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冲击。我们会关注的是，习近平会不会利用我们立法院上个礼拜5的投票的结果，来要求就是美国，那当然就是有任何的在军购上的，我想这才是最大的风险。民进党团干事长曾水雄表示，
中国是印太地区的上大威胁。美国甲中国两大强权亲像两只枪，因开讲是比相拍好。台湾爱观察美国甲中国后续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股市的消息，受到美国四大指数起跌落少带动，台股拜四早盘由台积电带领，要冲击哩42205点，创下盘中的历史新高。活到有较回转来，收盘收伫咧41751点，起377点。台积电股价盘中起超过1%，联电直接起定冲击哩100块的大关。看台股包括台达电、联发科、鸿海等等，拢是开红盘，南亚科嘛是起定。有分析师表示，川市配了后，这两天市场可能也会起起落落。继续来关心，昨日伫咧台北大稻埕码头附近，有一个老阿伯跋落水，一个文化大学的学生随落水救人，了后有找到这个阿伯遗体，不过大学生却是失踪。消防局伫咧今仔日早起6点外，伫咧码头边桥附近找到这个学生的遗体，家属嘛已经确认身份。经过2天拍拼敲找，今仔日总算是找到这个勇敢救人的大学生。接续会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来厘清死亡的原因。文化大学表示，全体的师生拢真悲伤，嘛真唔甘。除了向家属致哀，嘛甲这位学生伫咧危急的时阵，伊愿意无私帮助别人，勇敢的精神来致意。继续来关心一个意外消息，伫咧新北市新庄早起8点外的时阵，传出有工地用价放弃。有一个咱国的工人为差不多17楼悬摔落来，当咧抢救当中。然后另外一个伫咧地面的外籍移工去互物件跌着，送病院不幸救无倒来。新庄的区长已经有要求业者都要停工，那事故的原因也要厘清。吊车来回吊挂落地的涂骹因价，这是伫新北市新北区新庄路附近的工地。10时早起8点外，雄雄发生因价倒去，一名工人对大约17楼悬落落来，另外一名是伫涂骹的工人也去物件跌着。8点半跟8点15分中间，我看到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就出来，那一刻我刚好一打开，站了一下子，我就看到那个活生生掉下，我的亲人哎呦，才能会不会压到？现场随扣封锁线管制，新北市干部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状况，嘛要求业者停工，因为一直落雨，天气无好，工人一透早搁咧评估是毋是适合继续进行因价拆除的工课，想袂到意外就发生啊！对楼尾顶落落来是咱国的工人，红送去帮救阿东病院救治，目前昏迷当咧抢救。另外一名伫涂骹互人跌着的是外籍义工，现场乌卡送去部立台北病院救治，不过也是不幸过往。有一位本国籍的劳工是送亚东医院，现在目前在这个抢救中。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已经到院前死亡。然后目前呢工地也是全面停工的状态。土木技师嘛到现场协助勘查，初步发现工地伫咧拆除因价的过程当中，有个物件蹲伫咧因价顶悬的状况，不过详细事故原因，阁需要进一步厘清。多出来的重量对鹰架本身是一个加载的荷重的影响。那这个拆除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我们确定是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深入去了解、去鉴定、去探讨。警方强调，后续会针对现场负责人甲相关人员制作笔录，积极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佮有责任的归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话来看，伫咧嘉义的关定民俗文化资产，也就是新运嘉应庙的冲水路迎客王，这到今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啊！几啊百尊神明冲水路迎接客王上花，是闹热滚滚。每一年拢会有真侪信众为外地去甲嘉义布袋来参加，这一年一届宗教的大代志。看到炮声甲众人欢呼的声音。嘉应庙用耶所做神轿做前落水迎接客王，后壁轿班才搁一个接一个，扛轿落去王船码头。计共4000外位的信众甲民众，搁有数百尊的神明，要来迎接在无形王船的客王上花。咱的海口遐有2只王船来到咱新运的外海，阮的大天顺手应付千岁，搁阮的游天龙宫就甲邀请入来阮庙的做客。这项传统已经有差不多200档的历史啊。嘉义县布袋新运嘉义庙，前一度冲水路迎客王的活动，为旧年3月26开始，连续3天会来举办文化庆典。除了邀请民俗艺文表演以外，上有代表性的就是13这天冲水路迎客王的特殊传统仪式。特地回来看，只有我们这种地方才
是阿嬷家的习俗，新温的小过年。人逢喜事精神爽，家己拢爱行一个，才会身体健康。上水龙迎客王的活动，源自新闻嘉义庙供奉的22尊王爷，其中2尊轮流坐进庙内，13尊顺手海域，7尊顺手山区。相传逐当旧历3月27王爷圣诞，20尊的客王会伫无形的王船对着海上礼拜王船码头了后，才去到嘉义庙来做客。历史的仪式，文也正做沿海地区的信仰，嘛展现出地方宗教的文化特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白河的莲花季后礼拜2、3就要举行啊！去年因为受到气候甲病菌的影响，莲子的收成歹，剩无一半。加在今年气温有较烧热，嘛无欠水，所以今年的产量是比去年更加好。粉红色的莲花伫底下来摇来摇去，这款那像画图的景象，就是台南白河这阵上水的景色。去年其实白河农民的心情并无理想，受到极端气候和病菌的侵害，莲红面积收加无到150公顷，收成剩无一半，莲子绩效嘛对得起。那今年因为气候稳定，莲花黄面积增加到182公顷，比去年加30公顷。莲农委会认为说应该是去年那个莲子采收，还有莲藕粉应该在农会，它可能也会保证那个价格一个收购，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会比较有意愿种植，反而比去年还多。2年都很惨。2年，为什么2年都很惨啊？2年都是台风啊，气候坏什么都不好啊，都种不起来了。种莲花农民讲，今年主要是闪过欠水期，加上年初气候稳定，不过某部分农民认为，和英国同期来比，莲花也是开无够旺，希望通落寡雨，才有莲子通收。加做全台湾上大的莲花产地，白河产量占全台2/3。以目前一分地会当收400至600台斤的大壳的莲子的水准，希望收成会当让农民满意。有的是我交啊，有的是无啊。了解。所以今嘛是烦恼讲太久。本来是5月嘛，对。现在都提早，可是提早开花就对了。对啊，也是没有啊。没有籽，没有莲藕，没有花，没有籽。今年一度的白河莲花季摆伫5月23圣大顶场，今年除了市集画图比赛和音乐会，现场嘛安排爬莲子、采莲子的农村体验活动。相关单位希望透过系列活动行销农村再生，嘛让大家感受莲花故乡的特殊好风景。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高雄大树的玉荷包已经开始在大出，不过最近却是传出乃至去互偷办去的情形，甚至有农民规张玉荷包拢去互压了，损失有到1万多块。目前已经报案，警方讲会加强夜间的巡逻。高雄大树这区内枝园，看过去拢是特别好办的玉荷包。农民原底后礼拜要开始压，13透早来巡航，煞看到瓦路的这丛已经互偷压了。农民讲，因过捌发生过，这个是因为隔壁王来园要收成，伊甲铁网啊救开，路骹路方便人行，哪会知影会去好钓贼啊？那伊一斤2来算，损失差不多1万多块。你要装伊要当你啦，你若要甲伊偷办，你无法度，真正无法度的。尤其是。讲为网啊，是为君主的啦，小人你嘛是后壁来问嘛，来问入。迄网啊，甲伊加歹，就遐入去，后壁加一遍，拄啊2遍。是吼。都人正咧摆安尼。哦，所以你嘛即个烦恼，讲即马等咧好价。哎啦，迄个头版你讲啊，掠着贼仔嘛无啥物路用啊，就是当红版好版安尼。大树的玉荷包一年收一水，见摆那个采收期，贼仔就开始上空上芳。农民从头班甲惊，规气家己斗监视器，因为这2天小刷接到农民来တင်情，在地议员也伫面册大文批评，认为警方的护农专案做了无够好。隔壁屏东县早就已经启动，咱煞也无啥物动静。那分局是讲，伫咧这礼拜1已经启动专案，也来加强暗时的巡逻。针对辖内山区果园、产业道路等处，规划绵密巡逻网路。尤其加强夜间巡守密度，并针对可疑人车落实盘查。农民讲，真无简单，今年玉荷包的收成量有较悬，想讲会当卖一个好绩效。因为贼仔拢是半暝来偷压的，若有法度的人就会到监视器，也是加巡规抓。亲像伊已经有会数啊，真正袂堪哩。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政治消息来看，民进党集会正式派立委沈伯洋参选台北市长。也若并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伊是拢注心伫咧市政。另外，国民党嘛确定中华县长会派前科技会主委
为平证出来选。不过，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嘛表态，讲要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 由新检党主席罗总统亲自换竞选的党啊，民进党中执会调查确定由立委沈碧荣参战台北市长。罗总统表示，今麦台北市有上会资源，毋过无扮演带头的人，也无为台湾加分。沈碧荣是台北市长唯一竞选。台北市的人口不断的在流失，预算最多，但是看不到长期的规划。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要 OK 泵，我们要给出的是。 要给台北完整的免疫系统。那怎么看现在你的对手沈伯洋他就问？台北队就是持续每天专注在事情上。北平电视的蒋万安强调家己一步一脚印，和所有的市民环境得到上好照顾。国民党中央中常会也确定定召前科技会主委为平证参选彰化县长，伊本人也向党内其他想要争取的对手发声，为今麦开始绝对免混乱。我绝对不是空降，我相信。 我对彰化的贡献不会比其他人少，今天只不过因为我的知名度可能比较低，这个是我必须要反省检讨。在提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遗珠之憾，但是所有的人才，国民党都不会忘记。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个人的规划，为大局共同的。 来努力。原本想要争取出选的会蒋希峰，伊为什么国民党内要参选人民民主做民调？ 现在是否脱党参选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领便当了。就在党中央今天征召之后，才开始进入高潮，就是传出民众党的蔡碧如认为连他这个外地人都民调都比魏平正还要高，所以有意以民众党的身份来参选彰化县长。我希望我们能够来做一个摊剖，好，那把蓝白呢大家一起整合起来。不过国民党组合会主委李泰华表示，若要过去伫强推人选时。 共同协议，讲的就是新竹市、新北市、南甲嘉义4县市。对蔡碧如个人参选意愿，认为民众党会家己妥善处理。对民进党早就就定过参选人，但所我是表示尊重，因为对伊来讲，上重要是对选民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在花莲有高中的家长指控讲，学校甲县长候选人优秀证斗分宣传的物件，互学生感觉学校安尼做实在是真无妥当。 这个事件敢有违反行政中立？教育处已经介入调查，嘛呼吁学校卖斗分选举宣传的物件。这是顶个月2号，吉安乡长尤秀珍邀请全县26间国中校长来公所领包刻掉纪念品的现场。安尼足方面啊，分去到学校了后，并不是所有的学生拢愿意摕，家长知影了后，搁较倒弹。你觉得适当？不适当。为什么？ 因为他是候选人，而且这些钱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孩子那时候跟我讲，我觉得很离谱的是，因为你是吉安乡的乡长，为什么全花莲26所学校的毕业生都会收到这样的礼品？引起争议的包刻条纪念品，签名是乡长阿姨，后面有印吉安乡公所的字样。尤秀珍表示，其实安尼的纪念品已经送3档啊，因为真受欢迎，所以今年才会发起县内所有的国中。我觉得不要把这样对孩子一个教育正向鼓励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把它放为政治化，而且这个御守并没有强制性的一定要发送，是孩子喜欢自己来取之。县府教育处介入调查，认为确实无妥当，教育界嘛呼吁政治卖进入学校。建议学校依照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相关规定来办理，好，不为特定候选人好来从事政治活动。我想请政治人物可不可以放过学校？一些政治上的行为，是不是可以在学校的校门口外就好了？应该要适可而止。县府是驳回讲，目前也未进入正式的选举期间，所以并无违反选罢法的相关规定。不过建议学校把香火袋放伫一个所在，或需要学生家己去摕。学校确实无适合斗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游览船团战被烧毁的事件，是又搁增加一层。有一只泊伫咧法国港口的英国游览船“野心号”标出集体感染脑肉病毒的情形，船顶有几10个病例，有一个92岁乘客死亡，不过证实是甲感染无关系。
目前经过检测，即马法国是已经允准无正宗的乘客会当落船，若有正宗的，要是爱留伫咧船顶，强制隔离。法国游船红迪亚斯号最近爆发汉他病毒，引发国际关心。12日停伫咧法国西部港口波尔多的英国的游船亚心号，嘛逼出有落到病毒的集体感染。一个92岁英国的乘客11往生，证实和这波感染无关系，因为船顶已经有50个人出现甲急性消化道感染要讲的症头。法国官方就要求游船必须爱采取隔离的措施，船顶1233个乘客，也有514个船员拢未当落船。C'est un arrêt cardiaque chez une personne très âgée pour lequel la réanimation n'a pas permis une reprise des fonctions vitales. Cet arrêt cardiaque peut être lié à de multiples causes. 这只亚心号游船是属于英国大赛游船公司，这间公司的官方面册就显示，亚心号车北为贝尔法斯特出发，停伫咧英国利物浦了后，车九就离开啊。船顶大多数拢是英国籍，也有爱尔兰人。英国在地卫生部门就表示，禁止乘客落船是暂时的。经过检测，法国政府已经解除封锁，但若允准完全无症头的旅客分配落船进行华顶的观光。若那身体无爽快旅客，就必须爱继续留伫咧船内，强制隔离，交予医护人员来照顾。All of the people that have symptoms have been kept in their cabins. They have been looked after by staff, and water has been brought to them, food has been brought to them. Whenever the food is finished, it's wrapped up in a proper bag, left outside the door, and then properly disposed of or cleaned or whatever they do. So, all good. 也那红迪亚斯号最近爆发的汉他病毒，13经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证实是安第斯病毒株。这个病毒株是人甲动物互通的传染病，确是目前唯一已经知影会当透过密切接触人喂人的汉他病毒株，致死率有50%。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目前无迹象显示红迪亚斯号顶头的汉他病毒甲已经知影的病毒株有无共款，所以是一件单一的动物喂人的事件。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那这只逼出汉他病毒的游览船是为阿根廷上界南边的城市乌苏怀亚出发的。头一个病人向法医讲是伫咧当地看鸟仔的时阵，因为鸟鼠的排泄物去喂着汉他病毒。虽然讲这个城市是传出这个风波，不过当地政府要是相信讲世界各国的游客要是会照常去观光。穿高高的羽绒衫，徛伫咧港口欢喜来翕相。这只红迪亚斯号发生汉他病毒群聚感染的代志，全世界心惊惊。那目前外界质疑，头一位的病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荷兰的鸟仔类专家。伊可能是伫咧阿根廷的乌苏怀亚这个镇去看鸟仔煞了后，交病毒的师傅甲吸入去，才搁上船。那这个鸟仔类专家甲伊的家后，拢已经因为汉他病毒来过身。不离个这关系，乌苏怀亚的负面新闻无互当地游客减少。当地是全世界上界南边的城市，因为地理环境真特殊，红讲做是世界的母流。若是阿根廷，即马当要寒天啊，是当地旅游的小国。毋过因为乌苏怀亚有落雪，颠倒声袂少游客行骹到。有人认为当地气氛真恬静，感觉起来是非常的安全。Pues mira que no sé, nomás las personas nativas de aquí lo hacen sentir a uno en realidad muy seguro. No se habla mucho del tema y no se ve como algo de caos que pueda decir uno, no, en realidad se ve muy tranquilo todo el entorno. Nós viemos para cá para conhecer, né, Ushuaia, que é o fim do mundo. A gente tinha muita vontade de ver a neve. E parece que está nevando e não estamos preocupadas com esse vírus, não, porque em todo lugar tem vírus. 不过也是有游客唔敢无张持，嘴掩也是挂条条。要业者烦恼汉他病毒的疫情可能会甲游客惊走。乌苏怀亚官方讲，这自1996年开始就无发生过汉他病毒。那外界认为带源的是长母 A 股猪仔鼠，其实这是阿根廷北部的一种原生物种。所以官方真坚定表示，病毒根本就无啥可能对乌苏怀亚这传出来。毋过官方嘛承认，这款鸟鼠伫咧乌苏怀亚也有小常的品种，原款有可能带病毒。所以未来这几天，官方会派科学家去当地采样检测。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看美国参议院新的表决通过，由总统川普提名的前联准会理事华喜来接联准会主席。
所以来伊上任了后，爱面对油价抢悬、通货膨胀的问题。外界嘛认为讲，联准会伫咧短期内唔若袂降息，甚至有可能有升息的压力。 The ayes are 54, the nays are 45. The nomination is confirmed. 伫咧经过几啊个月政治攻防了后，56岁瓦许总算受到参议院的确认，正式正做新一任联准会主席。这项任命案拍破过去两党对联准会首长典型强势的传统，看到目前华府两极化的政治气氛。美国总统 Trump 直直希望联准会会当降低利率，也毋过面对这期，瓦许伫咧进前的听证会捍卫独立性。 Are you going to be anybody's human sock puppet? No, I'm honored the president nominated me for the position, and I'll be an independent actor if confirmed as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不过，我接落来的无定着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经济重担。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受到荷姆兹海峡封锁、原油供应断暂的影响，4月生产者物价指数起1.4%，是4年来上大的。油价也当咧开始影响经济各领域，这也代表通货膨胀加悬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We've got mixed performance in the market today. You've got technology leading some of the sectors higher. S&P 500's at an all-time high today, but because of that hotter than expected inflation print from producer prices, we've seen those interest rate sensitive sectors like financials and utilities a little bit weaker. 上新的通货膨胀数据，互市场对降息的希望拢无去。波士顿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柯林斯坦白讲，若准通货膨胀压力无通消退，可能会阁讨论升息。这对一直要求降息的川普来讲是真大的打击，也可见我许上任了后，安怎伫个稳定物价、甲总统的政治压力之间，找到一个较平衡的做法。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来看真出名的日本美妆集团资生堂宣布全球生产中整的计划，按算明年会甲台湾新德厂收起来。新德县府劳工处表示，已经有收到资生堂大量资遣计划通报，嘛有符合法规。目前新德厂差不多有170个员工，不过也无明确资遣的人数。资生堂讲，甲新德厂收起来是为着调整生产甲物流的体系。 若相关的产能会刷转日本，嘛强调讲会遵守台湾的法令，付特别退职金，也阁有资源再度就业。我来关心3班护病比，即嘛确定入法。总统赖清德宣布，为明年5月20开始会分阶段实施。不过，医疗团体是各一界提出质疑，讲这种计算的方式会致使过劳的情形，有关是真恶改善。 医疗法修正案通过，3班护病比正式立法。总统赖清德也宣布，会伫明年5月开始分阶段实施，来推动基层。不过，真侪护理甲医疗团队搁再指出，根据目前医疗法主法，医疗机构设定的标准是明定3班护病比用平均计算，加上病院事后会当家己填报等等的制度，有关真侪空棚，实际上恐惊真歹改善护理师过劳的情形。严重超标，病人的安全。 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全部每一天的护病比数字加起来平均，所以计算出来的一样会是未达1:13的标准。那现在这个通过的制度就是这么的荒谬。医疗团体记得，即卖平均3班护病比制度，多数护理师伫大夜班，实际照护的病人比法定的标准搁较济。只要透过专院的平均、专柜的平均来计算，护病比就失去意义，可能无下实际的状况，敢若符合小面的数字。另外，病院搁会当甲无直接照顾病人的行政护理师列入去护病比的计算，互数字较好看。还有病院事后家己填报数字的制度，这也无法度有效。 而且即时监督实际情形，实务操作面各个病房要去填报这个东西，会有及时性填报的困难跟那个限制。部长是指示有部立医院先找几家，然后目前在跟我们的资讯处在谈这个技术上，可能比较能够实际呈现。 这个护病比3班的一个数字，针对3班护病比，敢应该用专业平均来计算，各界有无同的看法。有病院的经营者烦恼讲，因为病房的特性甲病人严重程度无同，真歹全部符合规定的标准，希望依此专院平均护病比。 卫福部也强调，这是2024年讨论得到的上大共识。每一个病房的性质无同，重度甲轻度的病房差真济，才会采用3个班分别计算，全部病床的月平均来做计算基础。记者综合报道。从雪山崩坑通车了后，北基的车就变较少，换袂少骑重型机车甲驶跑车的民众会去走。不过，这车辆的噪音嘛影响居民的生活。
官府去年采噪音翕相，到当敢若处理12件，引起质疑。环保局讲会评估敢是要刷位，也是加采伫咧无共所在，增加执法的效果。民众透早摕手机对外口翕，就会当听到真大声的车辆噪音。来源就是北宜公路9弯18弯，国道5号通车了后，北宜公路正做算跑车也是重型机车的所在。不过带来的噪音和附近的居民是真困扰。就吼啊！会被吵醒吗？吵醒习惯就好了，就好比说你住在铁路旁边一样的意思吧。它那个噪音会很吵到没有办法睡，就突然被吵醒。晚上的话一定会。经过地方争取，县府去年起伫北宜公路出口迄带设置声音翕相科技执法的设备，若侦测到伤大的噪音，会照噪音管制法处罚1800块到3600块。不过根据县府环保局统计的资料，到今年4月底为止，总共客载40万1065台车，不过违规超标的数量竟然敢若12件。有民代质疑设备设置的地点已经离开北宜公路闸门出口，车辆大部分已经减速，掠到的违规行所在会较少。县府环保局应该检讨设置的地点，加想出配套来减少噪音的违规。那我们会希望县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可以有目前所谓的噪音的照相的这个设备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配套方式来早一点杜绝这样子的影响民众生活品质的一个事情？后续会来评估，针对这个影响的范围，看是要做我们现有固定式声音照相的一致，或者是在视这个影响的范围需不需要来增设来。宜兰县环保局表示，目前设置的执法设备确实较晚宜兰那边，后续会阁评估是不是爱刷位，也是针对噪音主要的来源，增设执法的设备。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咱要继续来关心南投民间起焚化炉的代志。在第2阶段款评地质的资料是受到在地质疑，包括探勘井的数量甲深度拢无共款等等。民团就怀疑讲，这焚化炉预定地下底有水源，那真正起落去，地下水有可能会受到污染。6米83，开发单位和自救会成员来到焚化炉预定地的现场，来咧看位着探勘地质污的井，包括坑的深度，还佮地下水位的测量。结果发现开发单位共有4口井，现场刷者找到2个。自本这个 BH 控是这口井应该深度爱挖到20公尺，不过实际上量基约只9.6公尺，而且是6.83公尺深的所在，就发现有水。自救会质疑焚化炉预定地的地下水含量真多，嘛挂心起焚化炉会污染到地下水和产地。咱目前测起来，伊只是12深尔，伫6米83的所在就拄着水啊。咱局长讲20米的深度无水，这甲咱的环评报告书土壤报告内底的数据有相当大的差距啦。那污染是对这个民间吼，包括民生用水甲这个灌溉用水，拢是真大的这个危害。虽然开发单位讲这是废水零排放，不过咱也知影不管是毋是零排放，绝对是做袂到零排放啊，所以这是咱真大的烦恼。自救会和环团表示，焚化炉预定地起一个特定农业区。地下水状况愈直接关系到所在的农业啊个环境的安全。南投县环保局讲，这是环评会期进前另外做的探勘。环评会期了后，会依法正式探勘切口井来消除大家烦恼。的确，在现看的情况，好像民众觉得没有到20公尺。那我们的探勘报告都有提到，其实我们都是到20公尺哦。那因为前几天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地下水位的确会升高的情况。那所以可能民众在昨天认为7公尺就有水。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观察。那我们在环评会议结束之后，就会进行正式的探勘。环团认为，县府无应该是基础的数据无清无楚的情形下，又搁硬要杀进开发的定时。环团表示会搁继续监督县府的作为。记者杨英秀南投报道。来看台东关山顶一日妈祖生举办射箭的活动，现场是热热滚滚。不过有人翕到伫咧顶头内底，12星军团的独蛇星君手提一只3级保育类的乌白金蛇，是引起众人的争议。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因为这个行为是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相当会罚款100万。
顶礼拜日，台东关山举办天后宫妈祖绕境活动，吸引真侪信徒来软桥卡。不过，有网友伫网络抛一段影片，一支12青军顶头的团队，其中一位扮演毒蛇青军的家将，手提一只活体乌白金蛇咧绕境，互真侪网友热烈讨论。民众看影片，感觉讲实在是太危险。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那个蛇跟它的距离很近，然后也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有攻击性的行为。不过个乌白金蛇红地做是第3类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袂使甲因搅了嘛，袂使凊彩抓，若去用查到，会依照野保法来挡罚。它的处罚的一个部分，大概就是属于刑法的一个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一个刑罚，并科罚金20万以上1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这段影片嘛引起林保署关心，已经委请保7总队台东分队来侦办，会约谈相关的人员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华溪湖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涉嫌甲监控微型的摄影机倒伫咧鞋底，咧偷翕女学生的裙底，去予伊现行犯逮捕。初步估计，伊犯案的时间已经有3年啊。有专家提醒，若是有人挑工挖来提醒乡亲，就要特别注意。是大人甲这个穿条纹衫的查甫人叫伊莫走，因为头国中的查某囝讲，家己入去超商了后，对方就一直甲对调调，鞋仔佮疑似装监控镜头，可能咧甲人偷翕裙底。女儿一进便利商店的时候就从头尾随，紧贴着我女儿的身体，然后鞋子贴很近，摄影机画面是看到她大概从头到尾大概偷拍了3分钟，拍她裙下风光这样子。代志伫咧顶个月2日发生的，伫咧中华溪湖，一个31岁姓杨的查甫人，涉嫌甲查某囡仔偷翕，互同学发现伊的行为真怪奇。家长甲警察接到通报，赶紧赶到场，以现行犯甲逮捕。民警甲伊的电脑甲手机扣押，发现犯案的时间有3档，受害人数是真恶算。检方以违反刑法妨害秘密、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罪嫌，甲伊声押。被害人察觉有异，报警后以现行犯逮捕。本署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嫌，声押获准。台中市妇幼警察队表示，偷翕是指无缘故、无目标，利用工具也是设备，无经过当事人的同意，用暗藏的方式偷翕，偷看人身体的私密部位。嫌犯主要拢伫咧人较侪的所在，譬如讲商场、电扶梯，也是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未经过当事人同意，然后刻意对准隐私部位，然后并以隐秘方式进行拍摄。一般45公分到120公分的距离的话，其实你很难察觉。反监控摄影的专家就提醒，偷翕的镜头会当藏伫咧0.2公分的孔内底，若是有人挑伊个挖近，行为真怪奇，就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带乡亲来看，伫咧屏东发生一件真罕古土地纠纷的事件。有一个民众，伊伫咧39年前买厝，想袂到煞去互地主因查某囝，告伊侵占土地，就爱拆厝行地。这个厝主是完全无法度接受，厝主提出相关的证明去打官司。法院认定讲，地主甲建商永年伫咧合起厝的时阵，无可能唔知影土地相关的情形，就要求判这个地主因查某囝这边败诉。这个啊，就是他当时买这个庭院啊，庭院完工啊，要缴钱啊。提出一大沓买厝证明、旧相片，甚至是当时的广告单。屏东市自由路的巷仔内，姓王的厝主无奈表示，39年前开钱买的厝，即马煞变成霸占土地。原因是当时卖厝广告，甲车库部分的私人土地，拢规划做正常使用范围。住户住遮这几年拢无代志，无想到将地主过身了，地主的查某囝2023年就提出告诉，要求4户爱拆厝行地，厝主完全无法度接受。他爸爸在这里跟我们是邻居。将近40年的时间，从来也没有对我们提出告诉，因为我们不知道土地是他家的。如果知道20年前在法律一个追溯期，我就对他提起告诉，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对啊，比较释怀啊。官司拍3年多，屏东地方法院伫5月初时宣判，认为地主当时和建商合作起的，无可能唔知影土地的状况，判地主查某囝告输，唔过阁会使上诉。厝主讲，经过县府教场定量，才发现4户徛家内底的车库大约17.6坪，是属于私设道路，因拢按照正常买厝的定数行。感谢法院，算是害因一个公道。受理
台湾屏东地方法院的嘱托来办这一件拆屋还地的现况测量测绘之后，把这个成果图交给法院作为判决的参考。虽然屏东地方法院判地主过失，但土地确实是算私人地，住户毋是故意，而且已经住要40天，厝主免拆，但是爱纳赔偿金。后续会和地主协调买地计数，若阁敲袂好势，阁由法院裁定计数。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讲到旧衫啊回收箱，这回收倒来的衫主要是要帮助有需要的人。最近有人发现讲，新竹有的旧衫的回收箱，互人拼真济袂当阁穿的衫裤，还阁有粪扫。目前已经报案，嘛希望附近的民众会当多注意。旧衫裤回收箱外口四面拢互人放真济破去的衫，甚至也有粪扫。这回收箱原底是要互民众甲厝内未搁再穿的旧衫裤捐出来，互绿色团体运用的。不过即马煞互人当作粪扫桶，物件乌白乱拼，有民众话讲实在真离谱。那真的有点夸张了。正常的话，应该就是完整的衣服啊，不要的衣服啊，让人家就是可能是可以寄到就是那个幼儿园啊，就是那种做爱心的啦那种的。新竹县身心障碍者辅助协会伫竹北、竹东、湖口等等，拢总设有100外个旧衫裤回收箱。协会指出，最近回收箱内底出现真济粪扫，协会怀疑讲，可能是有业者甲景村的无爱的物件等入去回收箱，甚至拼甲箱仔边四界拢是。大概接近2个月的时间，都有一些不孝的业者，在每隔2天的时候，就会堆了我们一大堆的垃圾在那边。不孝业者就是他们把他们自己不要的挑过的2手衣物，再丢到我们的那个的旧衣回收箱旁边。希望大家民众能够跟我们多多的帮忙跟支持。建议民众大量的旧衣可以直接联系旧衣回收箱上面的回收业者来到府来做个回收。如果放在回收箱的外面，可能就是会被清洁队认为是乱丢垃圾，可以依法来做相关的裁罚。协会指出，因为大量的粪扫已经造成真大的困扰，目前已经报警，伊嘛望附近的民众多注意。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根据调查，大部分的家长拢知影红眼仔困眠安全观念的重要。亲像莫甲红眼仔困共眠床，可能翻身的时阵会甲伊跌到顶顶。不过有超过3成是感觉真恶做甲到，因为有当时爱起来饲奶，搁爱随时注意囡仔的情形，压力是真大。监管基金会呼吁政府都要加强制度性的支持，减轻顾囡仔的负担。医生现场示范婴仔安怎困才是上安全的。根据卫福部2022年到2023年针对6岁以下儿童死因调查，其中有84件甲困眠有关的死亡个案，有43件是会当预防的，显示台湾对婴仔安全教育甲家庭支持的欠缺。拜四监管基金会公布婴仔困眠环境安全调查，发现超过9成家长虽然拢知影婴仔困眠安全的观念，不过所有超过3成父母实际上做袂到。他翻过去的时候会那个趴睡很怕，他如果不注意就是面向朝，然后就开始就怕窒息的动作，所以动不动就要去看一下。我们就是看到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好，那所以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为着婴仔的困眠安全，眠床袂当伤软，嘛袂使囥物件。父母甲婴仔困共眠床，嘛有可能去甲缀着。不过调查嘛发现，像讲袂当甲婴仔困共眠床，有84%的家长讲时间起来较恶，因为有当时爱饲奶，快随时起来注意婴仔的状况。基金会呼吁政府都要提供制度的支持，透过临时托育，也是设育家课程来减轻父母的压力。政府机关应该要来多想一些策略跟方法哦，怎么样有一些像是临托的一个服务啊，或者是说让这个育儿指导的一个工作入到家庭里。医生提醒讲，婴仔找公司定定甲困眠环境有关系，提醒1岁以下婴仔困的时就要保持困坦笑，嘛要避免甲父母困共眠床。眠床表面嘛会较硬较平，环境温度嘛袂当伤热。上重要的是，莫用枕头，才会当减轻风险，互婴仔平安大汉。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为着鼓励机智的学生向实际操作甲应用来打拼，全国机智学生实务专题比赛今年为1000多件的作品内底选出64件得奖。有学生开发 AI 智慧甲物件的系统，这机器的手鼓速度紧佮稳定，
会当讲挖进产业的趋势，嘛学到解决问题能力。机械手骨甲金骨的物件甲吸起来，再搁放伫咧对的位。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智慧自动化工程系4年学生林中杰，甲一阵学弟用当外的时间制造这款智慧型验物件系统。因为这间工厂其实就在我们学校旁边而已，他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实验室来，那发现亮面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它会导致自动化一直失败。我们用简单的2D 加3D，再融合最新的技术 NVIDIA Omniverse， 我们去做一个创新。系统结合 NVIDIA Omniverse 模拟技术，也个 AI 点混资料，解决过去金属的金属的物件，定因为这反射光伤过强，互 3D 扫描定失败的问题，嘛定位解决传统制造业伫自动化过程当中所拄到的挑战，目前已经申请专利。当咧整理分林在地农产品做的食品，也有再加工的产品，调用科技大学休闲事业管理系3年的朱玉晶，甲同学是用科技结合创意，解决分林农渔业拄到的问题。使用一些加工技巧，然后做到全域利用。然后我们也把黑蒜导入了泡菜的发酵技术，可以去做结合。研发9款创意的农产产品，指导老师协助之下。甲产业也有地方做伙打造，就是鱼缸创新馆，透过线顶也有线卡的行销，提升效益。若指导的老师讲，伊爱做的就是引导甲陪伴。透过学校的设备、校园的师资，还有同侪的帮忙，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化为实际，然后为未来就业所做准备。我觉得这是他们最难能可贵的。第5届带学生参加全国基专校院学生实务专题竞赛，佫会使参加新歌展。杜冠全老师讲，其实学生来读技职，就是要互因对实务当中去感受。若专题制作，是要互学生连个生活通行出去，对产业也有社会问题来提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37届金曲奖展会公布入选的名单，今年竞出167件作品，要来竞争27个奖项。台语歌王歌后入选的有资深的歌手白冰冰甲萧煌奇，嘛有头一届入选的少年歌手 CJ 甲陈怡婷等等，会使讲是真竞争。也若台语电影《大梦》毋若票房好，主题曲嘛有入选最佳作曲人奖。亲像真多话想。以白色恐怖时代故事做题材拍的电影《大梦》除了票房好，主题曲嘛入围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第13公布，入围的作品音乐类型真多元。在最佳台语专辑奖的部分，包括萧煌奇、陈怡婷等人的专辑拢有入围。入围的有银宽边走边听有限公司，做一个秀情软心的人。华纳国际有限股份有限公司、主题歌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腾扣兰的兄弟蜂巢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瓦贡滚石移动股份有限公司。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有已经提过世界台语歌王的萧煌奇，也活动书中乐团主唱结党吴永杰为做空间的老爸创作的头一张个人台语专辑《腾扣兰的兄弟》，甲今年头届推出个人专辑的入围3项奖项的 CJ 等等。另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有捌提过台语歌后的资深歌手白冰冰、秀兰玛雅和新时代歌手陈怡龙，甲头届入围的陈怡婷等等。今年台语歌王歌后的入围名单真竞争，评审团嘛希望会当继续开发新的声音甲创作。我们的串流 AI， 还有现场演出以及语言边界持续都在改变的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要有一个宽阔、开放的音乐创作环境。文化部表示，今年金曲奖拢总选出167件作品入围，要竞争27个奖项。若颁奖典礼是打算伫6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嘛有电视甲网络的转播。记者卢尚柱、曾俊尧台北报道。下半部天气相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4度。
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0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